就来看台湾不是咧地动，所以高雄市推出着防灾智慧的主体。除了房屋本身较会堪咧地动摇之外，阁来推出着适合济岁人使用的家具，像这个翼座，唔是用下的哦，是直接就会当行入去。关闭瓦斯遮断阀，并传送讯息通知。假使咧楼下会甲你通知，科技行入生活，智慧主体除了爱利便以外，佮爱有防灾功能。台湾是伫地震带，除爱坚固以外，嘛真惊这家具倒来地上人，天流地动一来，若是这3度倒来，佮去地着老人咧，那呢就真危险。最少可以承受到20吨的重量是压下来的部分。强化更结构上新的漂蓝3度，有留空间，佮会当放救援物资。电池啊，还有哨子啊、手电筒跟扣机的部分。高雄市政府甲内政部合作，平帮17日地动期间监控，除了防灾功能齐全，也佮有推出适合高龄需求的家具。也伫有一个门拍开就会当入去啊，坐咧浸水，免搁再下出下入。很方便，它都自动式的，只要一拉就可以了，而且很轻巧。所有电视品拢是台湾厂商开发，对防灾搁再到高龄长者的需求。智慧主体毋是为着这贫大人专用，是对国民向加强居家安全。